咱即马共款过来介绍甲手的动作相关的一寡台语字吼。首先，咱要来介绍即字叫做吼，就是煽动吼。比如讲会风，会风哦吼，就是扇风的意思吼。或另外一个意思是招或者是挥动招手那个招啊哈。那比如讲会手就是招手的意思啦哈。搁有时咱讲会风是比如讲你咧工路咧会风嘛会使哈。好，在下面这个字叫做顶都是投掷丢。那譬如讲顶就头就丢掷石头好，再过来下面这一个字念成嘿就是扔丢弃。那譬如讲嘿掉嘿掉就是丢掉的意思好，在下面这个字叫做 head 就是丢弃乱扔。那比如讲物件乌白 head 就是东西乱丢啦物件乌白 head。好，再接下来这个字，咱看嘛，这里叫做削，华语叫做摔嘛台语叫做削，它是用力扔。那譬如讲削碗削地就是摔碗筷，要表示非常愤怒有时候脾气很暴躁的时候，就会削碗削地好，谢谢各位。